位于巨港达朗布鲁几公里卡亚巴鲁路的古风殿举行摄王爷圣诞庆典。庆典通过为期3天的一系列传统宗教仪式举行，信众齐聚一堂，以虔诚礼敬神明，祈求平安吉祥与福泽绵延。摄王爷圣诞庆典于2026年7月25日至27日举行。庆典首先举行敬请仪式，随后进行庆典高潮祝寿仪式，最后以祭宾仪式及信众聚餐圆满结束。古风殿主席阿里芬表示，摄王爷是该庙主祀神明，每逢圣诞，众多信众都会前来上香礼拜，祈求神明赐福，保佑平安。Hongtian Seonghu Tualang, hari ini acara ulang tahun Seonghu Tualang. Dewa utama kelenteng Hongtian. Harapannya kita semua dalam keadaan makmur, sejahtera, sehat walafiat, tentram selalu. 在三教信仰中，摄王爷被尊封为4大护法神之一。每年的圣诞庆典不仅是信众表达感恩与敬仰的重要时刻，也承载着薪火相传、延续宗教传统的重要意义。Muhammad Aidil, PAL TV。